聽到未啊？吉士到醒獅點睛，大家好，喺10月3號，廣州係有一間舞獅館開幕嘅，佢喺珠江新城高德置地下廣場花城匯嘅地下。我喺視頻嘅最尾就話俾你知點樣去，係免費參觀嘅。平時我哋睇舞獅睇醒獅係睇得多啦，但係今日我嚟到依間舞獅館一睇呢，真係學多咗好多嘢，長知識啦！睇完舞獅館我先知道，原來我哋廣東醒獅中嗰隻獅頭係同《三國演義》裏邊嘅劉關張聯繫埋一齊嘅。劉備、關羽、張飛，還有呢？趙雲、黃忠、馬超。呢隻獅子頭就係劉備，劉備代表嘅係人，劉備係大哥，亦都係王，所以劉備呢隻獅子頭咧，一般唔會單獨出嚟舞嘅，佢就係放喺呢啲旗下邊係坐鎮嘅。劉備嘅獅子頭旁邊就係關公、關羽嘅獅子頭啦。關公係咪個面紅嘅？而且佢係分咗老關公同埋關公兩種獅子頭嘅。呢隻就係老關公啦，佢對眼獅子眼係半眯嘅。老師話如果老關公對眼擘大咧，咁佢就係要殺人噶啦。劉備代表嘅係人，關公代表嘅就係義啦。嗱，呢隻關公頭咧就係關公獅啦，跟住旁邊就係張飛啦。張飛代表嘅係勇。點解舞獅中嘅獅頭係同三國人物聯繫埋一齊嘅呢？因為以前傳統醒獅係由武館嚟組織嘅，而武館崇尚嘅就係忠義仁勇呢種武德。三國演義中嘅劉關張分別代表嘅就係仁義勇，所以咧武館就通過舞獅嚟傳承呢一種價值觀。呢隻係馬超獅，佢代表嘅係年少英勇、孝感動天。咁另外仲有黃忠獅、老當益壯，趙雲獅代表智勇雙全。因為每一隻獅頭代表嘅人物唔一樣，所以佢個顏色啊、配置啊、花紋都唔一樣嘅。但係我哋呢啲唔識嘅人睇落去咧，好似個個都一樣咁。嗱，呢啲就真係唔一樣啦，我係第一次見，未見過嘅。啱先同你講嗰啲劉關張嗰啲係廣東醒獅，呢啲係屬於南獅，惠州啊、潮汕嗰邊嘅。呢個仲有個大笨象嚟嘅，係咪啊？咁仲有呢個係個龍頭嚟嘅，呢種醒獅我真係未見過啦。呢隻係青蛙獅，後邊仲有一隻係清遠客家公雞獅，以前都未聽講過啊。中國嘅舞獅係分南獅、北獅，北獅依家比較少見嘅啦。最具代表性嘅係南獅，係指我哋華南地區同埋海外華人區。而廣東醒獅咧，又係南獅中嘅一種，主要係指佛山、廣州為中心嘅。由於我哋廣東嘅華僑遍佈全球，廣東人將醒獅文化帶到去世界各地，因此喺海外嘅華人區，醒獅幾乎成為咗中國舞獅嘅代名詞。咁點解醒獅呢個名係特別出名嘅呢？相傳喺清代，廣東嘅百姓以舞獅為名練習武藝，因為要反抗要自保啊嘛。當時啲獅子頭咧就叫做睡獅，就係吉祥嘅意思。咁佢個諧音咧就係睡獅，就瞓覺嘅意思啦。但係喺鴉片戰爭之後就改為醒獅，因為呢個醒字係醒目、清醒、瞓醒，係咪歌都有得唱啦？國人漸已醒，從此之後就改為醒獅。依家呢位靚仔舞嘅係張飛獅，但係佢喺舞獅嘅過程中有咩講究步伐啊、動作呢？呢啲我唔識嘅。如果你識，可以喺評論區話我知，或者你可以親自嚟到呢一間舞獅館嚟睇一個究竟。你要點樣嚟呢？依家我拍俾你睇，你行到高德置地下廣場，行落呢個樓梯底層，呢度就係花城匯，跟住轉右手邊，你已經見到側邊呢度有獅子嘅標誌啦。然之後你可以一直往前行，再轉左手邊，你會見到一個盧家媽媽西餐廚房呢個餐廳，行出呢個玻璃門就係啦。依間舞獅館嘅獅子展覽係由廣州天河區龍獅運動協會舉辦嘅，佢哋係全國嘅巡展，廣州係第一站，展覽到1月初。如果你有時間，你就過嚟睇睇啦，係免費㗎。多謝你嘅點讚同關注，拜拜。